香港嗰啲老人完全唔同㗎，呢度嘅環境呢，設施啊都好齊全。有啲長者多數有三高啦，咁啊食嘢清淡係啱長者嘅胃口咯。咁啊食魚啦，有粗糧啦，仲有嗰啲湯啊、菜啊，即係比較均勻啦，有肉有菜有湯。我中意運動室嗰啲咯，同埋嗰個遊戲室嗰啲啦，自己玩下籃球啊嗰啲，多啲喐動咯。台灣區養老優勢係醫院係隔離，即係睇醫生乜嘢都方便，都唔使出去睇醫生嘅，打風落雨都唔使驚嘅，又近又可以好快幫到你。香港嗰啲睇醫生又排隊啦，所以政府又有呢個計劃啦，鼓勵嚟大灣區安老啦。今年77歲啦。我喺香港咧住院舍嗰陣時咧，唔係我住院舍，我媽媽住院舍，我探過好多次。喺大灣區呢個地方咧，就當然即係嘅老人院當然係比香港嘅地方大啊嘛，即係所有嘅配套又好，體育方面啊，有好多係適合佢哋嘅運動，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場所俾佢哋玩嘅話，玩波，即係盡量可以病人需要嘅嘢，佢都能夠做得到。你住得安心，住得開心，住得有尊嚴，去照顧你，去體恤你，去關心你。佢哋即係可以講話一條龍服務啊，佢樣樣都有啊。咁樣你樣樣都有，有醫生啊，乜嘢冚唪唥都有。即係你自己嘅本身，你就會覺得有咩事都唔怕。這個話，我們是在2號樓的話，是有專門的，就是港人養老的專區，然後設置了有150張床位，是預留給就是香港老人居住的。在職的員工裏邊有粵語的護理員，是專門就是配備港人的專區的服務，包括我們的護理管家，全部都是有護士出身的，進行對樓層的一個管理。目前我們就是頤和醫院嘛，是配套建設了，是有100張的病床，在院的就是醫生、護士，康復師，還有各工作人員是100餘人。然後康養這一塊的話，是我們整體護理員，還有康養管家，還有行政後勤，大概是300多人左右整個項目。然後房間的設施呢，都是採用了無障礙的通行，全院無障礙通行。房間是設施家具全部都是定制的，適合老年人生活的。房屋配套有我們的應急設備，包括我們的防跌倒的，還有生命體徵監測的雷達，這些都有，可以監測就是老年人的日常的健康情況。如果喺內地嚟講咧，其實等同一間度假酒店，只不過呢一個地方咧係 for 一啲年長嘅人士去使用嘅一間養老院。香港人嘅人數咧就已經有93位嘅長者係啦，就入住咗院舍㗎啦，就差唔多接近100。佢哋比較關注嘅就係嗰個醫療方面嗰個配套同埋服務嘅。政府亦都喺今年咧可以協助港人長者入住內地嘅院舍啦，同時嚟講咧，喺今年開始亦都會有醫療方面嘅補貼，每名長者咧就每一年大概有4萬蚊，即係最終個目的咧係希望俾港人長者其實係有更加多嘅一個選擇。最終嚟講咧，其實佢哋體驗咗個服務之後咧，佢哋會睇得到內地其實可以做到嘅。嗰個服務同香港係有一個好大嘅互補嘅，即係香港長者嘅政府俾到佢唔少嘅嗰個資助嘅嗰個費用啦，咁令到佢哋喺內地咧可以得到比香港更加優質嘅一個服務嘅安排。